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。1969年，真力時迎來品牌歷史中最閃閃發光嘅時刻，史上第一隻自動上鏈計時機芯 El Primero 誕生，每小時36000嘅高振頻，精準度達到1/10秒，令佢即刻成為高振頻技術嘅標杆。更加令人驚訝嘅係，勞力士地通拿16520採用嘅4030機芯，就係以 El Primero 改裝而成。Zenith 地通拿因此成為近代最具故事性嘅收藏品之一。但 El Primero 嘅延續並唔容易。石英危機期間，高層曾經準備放棄機械機芯。好彩當時工程師 Charles Farmor 秘密將所有製作工具同藍圖收埋喺工廠閣樓，幫 El Primero 保留咗重生嘅可能。真力時先得以喺1984年重啟 El Primero 機芯生產線。進入2000年後，真力時持續將精準推向更高層級。Defy 系列將高速計時提升到1/1秒 ，Defy Lab 成為最精準嘅量產機械錶，而 Pilot 同 Skyline 系列都繼續延續品牌 DNA。由創辦人嘅星空靈感到跨越時代嘅創新，嗰粒5芒星始終指引住真力時向更高處前進。